最近看线，咱来看地动了后交通的消息。因为即届地动长期的中环台北线林37便道，将会提早拍通，下晡2点开放通行。为今仔日开始，一天会开放2个时段，一个是中昼12点，另外一个是下晡4点半会当通行。花莲地动造成台北线林37中环便道交通中断，经过公路局各管工务单连续5天加班管制，将伫77中昼全部抢通，并且伫下晡2点到4点半开放通行。从4月3号到今天大概5天的工作时间，公务段这边有加班赶工来做抢修动作。在今天大概4月7号早上在做最后的清整还有在我们那个身后的这个快速护栏把它摆设完成之后，初步我们完成了中环边道抢通，在下午2点恢复班次的一个运行。中环便道原先是公路局基于人道的考虑，提供台中市内山地区的民众通行，加农产品运输的对外道路。地动过了后，6.8公里到23公里，有13个所在边坡放落，其中16.4公里放落土石，车辆有4200立方公尺。工程团队克服困难，伫77中昼抢通。因过伊的考虑要地动尾，透早开有落石，对车北开始到离为止，敢若开放中昼12点加下晡4点半2班次来通行。2了后，就去看情况来调整。热胀冷缩比较容易有落实的迹象，而且我们要做巡路确认跟安全的检查，所以在早上7点的班次我们取消。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只开放中午12点跟下午4点半的班次。至于4月22号以后的状况，我们再做滚动检讨来做处理。真侪民众的车、警察车、工程车真紧开过，台北线中环公路东段沿线也伫77抢通，头一批向东铁路的车队顺利通过斯卡洞崩坑。公路局泰鲁阁工务单人员是伫路边比站来第2。记者综合报道。